大家平安。今天在家会主，我们要看经文《传道书》第7章1到18节，主题在讲未之始，焉知生？唔知影死，免来知影生。7章的第2节，金句说：到有丧事的家去，胜过到有宴会的家。因为活着的人应该常常提醒自己，死亡在等着每一个人。这一段的经文其实分了三个段落，1到9节，一到第9节。他说，智慧的人他明白生命的限制，分别真正有价值的，他会谦卑忍耐自己，然后预备美好的结局。第2段是在讲10到14节，没有人能够预知未来，所以有生命的人应该寻求智慧，思想上帝的作为。所以你在事情顺利的时候，你要欢乐；那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你也不要过于悲伤，因为喜乐或者是患难都是上帝在掌权，谁都不能预料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。第3段15到18节，智慧人应该避免选择极端。你要相信并敬畏上帝，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必带领他走出一条出路。所以传道书的作者一开始他用好的名声跟香水在做比较，来表达出一个有智慧的人，他知道什么是比较有价值。他会分辨一个人带给别人好的影响、好的名誉，比一个人带给别人好的气味来得有价值。所以有智慧的人不会沉溺在享乐，也不会寻求这样极端。无论是在你欢乐的时候，或者是你面对患难的时候，他都知道如何生活，因为他常常思想上帝的作为，也明白一切都上帝在掌管。人生并非是因果循环，是非分明，可能好人早死，坏人得势。但是我们看到敬畏上帝的人，要在好坏当中，上帝必带领他走出一条出路。他能够胜过各样的环境，活出平衡的人生，就好像保罗一样，他知道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处高位。那让我们来思想上帝的作为，上帝的话语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这样充满比较价值的这样的社会当中，能够为自己的生命带来一个平衡，也能够在各样的境况当中都有未来的盼望。我们来默想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或者是好人早死，坏人得势，你比较认同哪一个价值观？到底是什么原因？那透过今天的经文，你有没有新的发现呢？第二，咱来想默想，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必带领他一条出路。那思想过去到现在，你如何经历上帝带领你前面的道路？那这个路，就像今天所分享的五味杂陈的心境吗？我们思想上帝的作为，来开始你一天的生活。愿上帝来赐福你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知道我们一生都是你在掌权，不管是顺境或是逆境，你都带领保守看顾。我们用信心用顺服来跟随，愿你自己赐福我们所做的能够亨通顺利。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。